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。容许我把西装脱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庶民总统韩国瑜。本来身体还好，讲到民进党贪污腐败，全身都热起来了。哇，林北真叫生气啊！我们2300万的民众，这一次要特别的聪明。我们绝对不被意识形态绑架，我们绝对不被谎言欺骗。我们睁大眼睛，哪一个政党未来能够带给我们幸福？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带领2300万台湾同胞走向快乐、富庶、阳光的路，我们就投给他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正领航，台湾富强。谢谢。现场是30万人呐、看多少？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动算，韩国瑜，动算，国瑜，韩国瑜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谢谢。越讲越兴奋，越讲越爽。容许我把西装脱下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庶民总统韩国瑜，庶民总统韩国瑜，莫忘世上。这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庶民总统。再一次给我们的韩总统加油打气来！韩国瑜，动算，韩国瑜，动算，国瑜，韩国瑜。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谢谢。本来身体还好，讲到民进党贪污腐败，全身都热起来了。哇，林北真叫生气啊！完全反映了《苹果日报》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？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？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？《苹果日报》这种没有水准、专门造谣、中伤别人的媒体，知识分子这些记者，良心被狗吃掉了。亲爱的中央社总编辑，你自己的问题都已经把台湾自己狭窄化了，可怜呐、可怜呐、韩市长，您就任8个月就违背了对高雄市就请假代职参选，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。您个人与新庄王小姐的金钱往来，参与的友人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。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？您当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，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。而且《苹果日报》的提问，完全反映了《苹果日报》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。我谈的是大海、国家的发展、总统的领导、总统的派系被包围了，未来中华民国的前途。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杯的问题，问我的私生活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？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？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？自从黎智英董事长带了《苹果日报》跟《一周刊》进了台湾，把整个台湾的媒体弄得腥风血雨，弄得八卦新闻，害了多少人这个家庭失和。苹果日报几10年来进到台湾市场就是在这里。今天总统大选提的题目还在问我的私生活，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？无聊、抹黑、造谣，非常没有水准，让我大失所望。我们对苹果日报在1、2个月前已经正式提出法律告诉。我知道你们喜欢八卦，你们为什么目标只看到韩国瑜八卦，不看到蔡总统的八卦？哦，你们怕得罪当权派。你们拥有2种标准。亲爱的台湾同胞，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、专门造谣、中伤别人的媒体，你们要用智慧唾弃它，而且要看不起它。知识分子这些记者，良心被狗吃掉了。中共透过修宪实现强人领导之后，立场更为强硬跟极端，对内加强钳制言论的自由，对外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。特别是韩市长以及宋主席，你们如何说服选民相信
如果你们成为台湾的总统，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，能够跟对岸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，而不必在台湾的主权、尊严、民主以及自由等方面做出任何的让步。习近平主席说做人要讲义气，台湾人要不要听？习近平主席说要一国两制统一台湾，台湾人要不要听？亲爱的中央社总编辑，你自己的问题都已经把台湾自己狭窄化了，可怜呐、意识形态自己把自己绑起来了。亲爱的台湾人民，我们是中华民国，我们在这里选总统，我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将来我们都会死在台湾，我们也会埋在台湾。